位老友記，今日帶大家嚟回顧下觀塘海濱空間嘅中秋嘉年華。可以見到咧，係活動開始前咧，已經有好多工作人員一早到場佈置場地㗎。隨住儀式正式開始，現場氣氛瞬間升溫，嘉賓上台致辭，話語中充滿中秋佳節嘅祝福。而隨後嘅合影環節，每個人嘅燦爛笑容，將美好嘅瞬間永遠定格。除此以外咧，現場仲有好多精彩表演，各個舞者都身姿優美，舞步輕盈，攞出最好嘅精神面貌面對觀眾。同時攤位遊戲都好受歡迎，歡聲笑語不斷，仲即場派埋月餅，場面熱鬧非凡。咁樣嘅活動實在不容錯過，期待下次喺現場見到你。